会听着，欢迎人来宾我见的节目。这个礼拜我人会特别嘉宾，讲得哪好听？是南仔。欢迎各位老姜阿龙。就我啦，佢就想上當時啦，係啦我除啦，我特別咧唔識嘅技術。我都特別咧，當然，啊，我嗌你大家教你 Andy 嗰度啊，做鬼 Andy。你快，但你聽講 match 係對咧，就叫佢冇對喎。我打有撈嘛，啊，是啊。我被撈嚟教軍話嘛。OK，等陣問講話，你一個另外一特別件事，特別嘉賓呢時你就乜聽你聲係喂喂娃娃。大家好。喂娃娃係翅膀，係鬼係棒嘅寶寶。你就講有一個聲吼，就啊有一出戲嘅聲，一隻驚人嘅。係咪戲？就講做喂，我就係你講得住我嘛時候，喂，嚟。見你咪。安怎係係咪見到我冇看過住安？就你聽啦。啊，你做。做佢電話，我叫別人拍手。我都未聽到，我都冇聽到。你真係我本嚟做，特別是講嗰啲係看咩時間單的那先。我一直出嚟啦，就是哦，你若是看 DVD 嗬，DVD 就殺咁隻頭前邊喺你啊 main screen 會做成喺度成啊，對。哇！一個唔正嘅款咯，一個唔正嘅喎，一個唔正嘅，一隻係你款你款嚟。笨笨啊！哇！叫路子你講壞，因為佢講嗬，呢個係打窗台嗬，唔係你聽我講，你困啊是我嗬，一 from 因為別啊邊個你款啊寸頭佢啦，你款看路。陰路。一邊白白啊！我都一邊白白。我都是頂到時我就伊啲白白哦呀。誒無，我頂住我就是驚嘅時候，我就是驚鬼，我到啲咧 KL 時咧 hotel 嘅時候，我就是驚講伊，我困一半咧是你頭咧拖出來看，我就是驚咧啦，那時候我開會困。啊，你等下講啊，行。你佢會做嗰啲嘢。Juan 嘅 The Ring 啊，我感覺到講 Juan 嚟較見啊，我唔敢看啊 ，Juan 我唔敢看啊。Juan 是 The Ring 嘅，Juan 是Korean 嘅戲啊。嗱，你本日本咧？嚇？我內咩是日本啊？Juan 是日本嘅啦。哦，Juan 是日本啊。日本嘅咩 ？Because 這個係 Korean 嘅嘛。我係 Korean。誒，你可唔可以教我幾句 Korean 啊？예, 알겠습니다. 하? 왜講句我表聽。함사 감사합니다. 합니다. 이거 미안하. Anyway, 많이. tapi kayak putus asa nih lu. 我嘅未聽到，我冇聽到明，我只聽到喊呢。不，我就食怪嘛，阿妹之前就食怪嘛。喊啥啦，阿龍，你Korean 嘅 fashion 我㗎。Sekarang yang tem CI. 阿龍特別靚啊，當佢特別靚。對。300。我特別靚啲 MV 本地上點先係？哦，阿龍 before 咱講 start 講幾個時，我本未了看你 Korean 嘅 fashion 真水喎，但是不知我去 Korean shopping 嘅時候啊，咱就再去。會使你叫埋我去啦，我就想去。有你世界我有去轉到到。哦，你世界啊 ，because
，anyway，我聽話你就物件，係咧，你其實佢講我未見咯，我未曉讀嘛。你其實你識英語嚇，你 Korean 嘅 alphabets。伊 alphabet 英語，特別伊嘅 vocab 真艱苦學，佢伊嘅 grammar 真係真艱苦學。係咯，講話你俾。因講我就是個拖嘅音，到夾尾一個字尤其是成個但是韓國太咩啊，真的，就是個拖尾一個對，你聽過？對，聽過。但反正到底我飛機對嚟比較是去比較是只隻古人戲我看。喲，你古人大部分打不死嘅喲。Anyway，fashion 又是水樣。Anyway，係咪講幾個數啊？對。我打波啊！打波啊！打波係幾 OK 咪？咱學南西講成南西，咱 continue 學你講幾個數嚟。即係你拜一講聽，就一人啱啱點幾個數啊，冇人嚟講啊，假使有時講亂聽成。你 anyway，咱南西特別好嘅就南西就自己個數講數，咱講。講唔了喎。OK， 我講嘅是那年前啊，應該是我有10年啊，你看了誒。所以我朋友伊就搬去一個新嘅丹麥咯。快遠啊！從我 KL 換車去到伊迄個所在吼，about 45 minutes 咁樣咯。round 來，所以吼伊因為伊是新厝嘛，所以伊個 area 吼是無人嘅咯，伊講無人住嘅哦，規排吼可能伊一間。แล้ว對面可能2間安咁樣，幾隻佢都是看厝。都前面一個嚟丹麥本是無搬了無滿嘛，因為較濟買人個了是 KL 人，所以人買來是 investment 呀，所以變個嚟丹麥咯。較少人住嘅嘛，較濟。我講發超旺咯，所以我 before that 我有使對是過嘅，所以我是 the only person 哦，在迄個位。在伊大大路了，入去伊個丹麥嘅時候，經過大巴嘅，較奇怪嘅，經過大巴呢，咱個到伊個丹麥哦。所以我爸爸人我帶，甲了伊 open house 嘛，伊講暗暝8點9哈，我爸爸人帶我甲了嘅朋友去咯，佢若頂車對搖我嘅車咯，了到迄邊甲OK 咯，食物件啦，係咪啦？了走我有嚟有人10點幾走，有人走我就講我一個安弟吼，就11點半肯走啦，我做尾後尾我帶嘛，甲了會曉出啊嘛，所以我嘛走，所以我出哦，伊個厝後口是有一個，即係意思講伊個家咱迄邊是厝有一個地江sơn，伊啲就是 left or right 爾嘛，所以我是因為 from 我 left or 有頂紅色車，所以我停啲江sơn我當一過咯，所以啲紅色車吼，我看到迄 owner 迄個 driver 啦。迄個 driver 吼，伊是看到我人嗰度，了我看到伊吼，伊面是青嗰度，迄個 driver。哈？面青色嘅。了我點點了，我就在下面住啊，我隔壁個安弟就無出聲本，了我都無出聲。了我讓伊過啦，因為伊愛彎嘛，伊愛彎隻手哦，所以我讓伊過隻手，伊看到我笑嗰個哦。我點點我。我先就是講掉啊兜咧哦，然後一直過咧哦，我就問我幾條安怎事啊咧嘛？安弟講我冇得嚟猜啊，都坐我嚟。你未見得出去啊？未見得出啦。然後迄啲就一個 right 係嘛，個 one right 哦，one right 哦，迄啲嘢哦，即路無面對皮咯，無掉誒，點解無落去咯？點解落啊？我滑下你唔知，我哋 OK 咯，做 U turn 咯 ，U turn 嗬。U turn 搞咧啲江sơn嘛，一直都跌起咗啦，因為 left or right 啊嘛，我覺得 one left， one right 嘛，我 U turn 先嚟跌跌起，我買到啲江sơn啊嘛，買 one 啊嘛，跌跌咗，本是未出，所以我諗啲嚟邊可跌嚟食去啦，食家差唔多10點正嘅，食未，慢慢食未出，然後我換條車嘅時候，貴，呢種貴我哋點樣食嘅時候，我看到白色嘅，可能唔淨白色嘅布啊。而家咧，佢哋背咯，啲位面背，啲位車係點算？佢哋背，特別有時哋亂咧咯，我就係我是出事啊！我就係唔知，人真做啊！是唔是只暗咧有落定係咪哦？
無落定嘅，因為一邊三蚊嚟唔哦，你意思邊啊？嗰啲佢路邊啊，嗰啲是18，實炒啊漲佢呐。有咧是沙巴咧，你出到都來嗰是排除咧，排除咗了有咧，因為暗了嘛，走一人困了嘛，因為有人做冇，都我就我有過叫幾那間困了，ยัง無聽到，嗰時講唔敢出來嗰時係咩啊？嚇！哦，你去梅厝啊？你去厝，你看到厝，出去叫梅啦。我未叫咗，我到到厝我朋友厝隨便叫，哦。然後我朋友厝是無賴嗰度，伊handphone，所以我handphone call 伊 handphone 啊。哦。陣間周天不靈，周地不應去講哦，嗰度。你落好嘅就你問兩人，唔是一個人。嚇！是我我就我冷靜啦，因為我這邊先暗啲嘛，我淨係驚，我唔敢講佢咪數咯。哦，你伊無看到啦，伊有看到面斜斜，特別無看到你白白唔夾背。阿妹要講，所以我人就喺驚吹吹哦。嚇。then 係咧 ，OK，我因為我按呢邊是我按上嘛，都要放一個講佢哋會叫啊。嚇。即你啊，喺咪攞波托嚟叫。嚇。又喺你我唔知伊放嘅嘛。嚇。所以我就講咗，我講。你拍電話你硬啊？我冇拍電話，伊別黑我，因為上會咯。我伊唔知道路啦。啊，伊別來黑我，冇車，我換呢個車出來嘛。嚇。所以我幫佢話1.幾啊，係紙咯。哦喲。啊，所以我就教喺你隨常講，我講，把路我有陣時我隨便攞出，路黑我啦，你看我解講乜嘢？嚇。一咁樣我就看到正處啦。嚇。伊袂開，伊開開條，伊到佢呢邊個棚徑，伊棚徑哦，開開條，伊棚徑是裝修貴啊喎，伊大棚徑頭前嘅棚徑，伊玻璃個了嘅喎，แล้ว看到內面哦，規間厝哦，個了是種雲咧，雲南人嘅，雲南勁啊，喺你阿哥啊，係咩嘅？阿哥安啊，哦，哦，安個了嘅哦，哈，安個安個了哦，咧伊棚啊開條哦，which mean 汪叫伊大對會聽到哦。所以我嘛呢邊個講我，安尼講我即係安邊哦，伊個巴都聽者，可能聽有，但係我別看嗰隻哦，了話讓我咧叫去警署咯，叫我咧有問下個家伊查某囝咯，伊唔敢出來，伊今年伊講係咪做，我講我未好出去，攞嚟使教我出去。啊，就啦，講唔要邊是，因為我細我時喺教我嗰時講嘅，因為我嘛少啊嘛，嚇，少面，就晚都夾過一下。啊，我講未都直接同我出，我講咗一半時嗬，有升落啲咯，而家當頂我900路都唔得看過，我近啲都冇法看過，而家當頂就當你攞啲最貴哦，貴啊！我走去將佢攞啲咯，即係攞啲，伊講，好似話啦，伊講啊，我會假如按照出去嗰邊，好似我帶路出去。是別啦，因為我攞呢個磅釘，我出去啊，跟你佢接嚟，要真，我講冇得特別同我出去，我唯一都 direction 我講別，我第時，因為我第時係咪做嘛？嚇。咁就俾而家好掂咯，攞財路出去咯，唯一而攞呢個熱茶空出咯，出咗去，先夠有一個做站啦，你話何謂？即刻按啲幫去搞掂咯。去站板。啊，一辦咧，一出來時候，我解講 actually 我頭先是丟掉唔成了，所以當嘅。屌，做咩邊你聽啊？哦，伊講啦，伊講做咩邊咧聽？我叫伊唔敢講。你好個仔攞呢兩個好呵，個仔都出來啊！啊，個好，了，有影咯，了，佢後我注意時候，我講我真強啊，我見到海邊嘛，我注意海邊時候。整車就是聽到迄個聲是點樣嘅？你就講我一直人家是得路，可能路邊一個是走路嘅哦。耶，聽到咩聲哦？乒乓嘅聲咯，佢整車砰乒乓㗎，有人浪咯，佢整車浪。耶！嘣呵！哇，恁條中央我睇都最高處哦，了，你看安啲會曉賣講嘢，喺你水啊洗卡啦，咪家在入厝咯。哦。呀，我呀，我阿妹困咯，是看不住就看伊咯。哦，耶！我在前邊啊。呀。看到伊咯，看不住，看到伊啊。呀。你前邊幾時打波雜波啊？喺度講哦。
係。看啊！伊邊安怎青？你講我 describe 看伊邊是安怎青？成個 incredible 黑啊呢？唔知，我無想可以拍起來伊面了哦。總之伊講到有淡薄黏啦，伊面是貴嘅青咯，唔是面嗰種嘅咯。哦。啲無你有干啊，即係講天風入面，無你有天風會使把伊面青嘅了嘛。一個超。我有一個朋友搞。大波是雜波，我怎麼你講我大波雜波？còn nó tập bộ lại mà còn nó tập bộ lấy yêu xem đi thảo mò à đi thảo mò tập bộ lại đó còn nó tập bộ anh tao à ít khoa để quăng thì tụi để quăng chiều để sau đó có ổ gì à ít khoa quăng xong đó bây giờ họ vậy bây giờ có tiền thì tao chỉ bộ thì thảo chỉ là họ cái gì đấy quăng à hay là tập gì lo à quăng hoàn全哦，呢邊有成本別廿超嘅都係啊。嘿，來，迄個是帥，特別迄隻我會廿超到超嘅了。哦。啊，根本無攞票，我馬上有攞，迄邊就無攞，因為無上少錢還是咯。做咩點知我係關掉呢條？因為伊嘅呢張車就是我朋友厝頭前啊。嚇。我對伊隨便叫我朋友厝啦。你呢張車我第一道對伊哦，呢張車哦。隻手就是無嘅，就是山嘅，根本別今日揾到手，無通揾隻手嘅。到手揾，到手隻手揾不了，我隨來隨去嘛。因為我頭揾到我第一下就是伊，我是看到伊嘅吼，我就揾隻手啊嘛。哦。啊，我隻手咧，佢後個 try 到手迄邊夾啊，佢後對耐。一路拄到點樣花車時咧，突然迄個羅里路拄到別個 driver 有看到別人花車，突然紅車甲羅里。無啦，無車，因為上暗啦，點解我最多就4點咯，就呢啲。哦，哇！有你對佢是路行來 sale， 行水 sale。有咯，佢安啲講行迄個橋哦，迄兩面迄個綠油橋啊。嚇，你油畫橋，油畫橋。我講一處安尼講油債嘛。啊。都用迄個地啊，加嚟熱厝哦。哦哦哦。哦，熱厝哦。所以我因為我有一個朋友，伊走成嘛，我有一個朋友，伊個目睭更加香嘅話迄種。哦呀。伊講伊目啊，有一大波，伊較香嘅話吼，你幾日伊本甲我講吼，伊本是伊本是家己，伊對明明因為我對我華人節嘅嘛，伊對我車，伊對伊講吼，伊本是無明明家行到去迄個土嘅路去，伊明明看到對着我車，一到嗰時位置，對面我行到啲土路咧，家己彎上來咯，行到無。伊個基本是裝戲咯。你 OK，但係晚你講到最後，你講嘅是裝戲啊。晚時啊，即係有時走起啦，有時是定晚一個人講嘛，講伊唔知，伊是咪講伊無看到幾特別，唔知只是新去到啲花車頭前呢，有一隻刮擦車係哦。你伊講伊看到一隻刮擦車時，伊就是講伊唔知做咩事，其實新去呢，講成掉成比去呢，你是講。伊就想講啊，你無人來，無講你後尾一刀啦，上後尾一刀啦，現在是甲你背你上你去嘅啥物？你其實就花車甲，伊請起來時，比請起來時，一道對待伊花車車花甲去迄個網嘅位去。會咯。唔知咩事喎呢？唔知喎，唔知咩事，我真係冇事嘅喎。嚇，那個無事是實在嗱對，唔知咩是較較時是你會都好對着你 wavelength 嘅你死去人上者，伊實要甲你 communicate，你好似實對去，我覺得冇對一頭對個點去。了即個咧，阿龍，你最近有咩經驗冇？哦，最近人運勢較好，無拄到鬼，拄到路呢。運關聽鬼嘅拄到我係咁你講。無咧，坐到你拄頂面卡塔咧無啊？冇，一般可能無地個咯，而家唔知。好啊，你睇，特別往時看你啊，換運咧。頂到時你看到咩？頂到時？我頂到有看過兩刀，聽過一刀。聽過先怎？兩刀聽過是我會記我古幫我住啲Jalan Perak 到啦後邊嘅咁聲，我厝樓卡是出個邊嘅，後來我往嗰啲樓頂，後來有一名後面三個我聽到有兩啲水物件，成日一天頂拔到頭卡啦，一粒嘢啦，掂到對迄個下天頂嘅管喺邊響度。哦，真大聲嘅，
大聲甲我扯起來，佢嘅出點點，東那只 T 嘅物件子啊，是以前是真是貴壓量，係你 double weight 啲條加隻 T 釘啊，然後邊喺邊喺邊邊頭殼咁樣啦，一粒橋一掂到啲你滾嚟咗，特別係你咁就冇可能，誒，咁樣玩個錯步，我哋快啲唔入本嘅，然後係你咁就本冇可能。有人伫我房間外口做安尼工課，特別我聽到真正明顯真清楚嘅聲。你錄有幾隻哦？我唔敢開門。你唔敢開門？我唔敢開，我走先開。你幾歲啊？是？因為你咁聲17、8歲啊。哦，大漢佬啦。大漢嘅，所以我冇代志嘛，我就講應該是無成氣嘅物件，所以我冇去管伊。哦。係了，拄過正拄過，有一道我伫你節目裏邊講過嘅嘛，我學幾隻，迄個是舊年嘅事呢。哦，講安怎？我學幾隻？有一道是迄個正正拄好是迄個叫咩啊？咱出過擺嘅咩啊？迄個普陀是 Good Festival 嘅娛樂節正正。我去我朋友厝住，係了，我車是我過有一個所在樣是做大戲嘅，係了我對個要厝咧，我困到半暝3點半暝，車起來咁車起來是因為有物件，啲叉輪條我啲切掉我咋，一啲切掉我係了，刺掉我嘅面，刺掉我嘅喙，賣互我講話咋，係了我就講是垃圾物件嘛，我硬係逼佢困到對咯，我琴日照咧硬係病我白照。撲街咁樣落海，我彈下笑啊！啲日日病我目睭叫我看你房間啊，喺房間裏面是無物件，我就講有物件啲做亂掉我了，係啦，我咪先我被讀Jesus help me， 我被讀出來咯，我兩邊出來，一 Q 掉我喙嘅那邊，賣學我講話，賣學我聽到啫，係啦，就俾我個軍量有10幾分鐘嘅正坎坷就唔係啦，冇邊會穿開，係了嘅無幾年，一杯酒去，我看。伊會走，因為伊是白色嘅影嚟，成個路翕相，因為是 flash 白色嘅影啊。flash 嗰度有白色嘅，成伊唔是昏嚟，伊是成光嘅物件。佇我嘅身軀，因為我困掉嘛，係啦，我頭向咗壁嘛，伊是佇我身軀伊跳過了，我目睭看到伊，應該是我看到清楚是一個大波嘅形嚟，跳至去咧壁嚟無去。係啦，我就請起，係啦，我就擺起來了。我真清楚講，我唔是啲做夢嘅，因為我過樓就我規身軀樓就掛，係啦，我是看伊跳至個壁裏邊了，我都無開到，我無冚住目睭嘅。我就講，這都是我請掉就唔係唔是做夢咁樣。係啦，我緊緊就走我咯。係啦，我講我朋友唔係，因為我講伊講伊度係佢係定嘅古無數啊，我去嘢出邊。你知啊？點嚟？我說食物件垃圾物件。你朋友困咗上一房間哦？我喺你房間，因為伊媽媽走去美國了，伊只是嫁予美國人，後來伊媽走去美國過境啊，過房間空過房間空掉，後來讓我困。你錄甲你朋友講啊？我甲伊講，我倒去聽佢了。你朋友無嚇驚去啊？不嬲？伊應該是尾看到伊會驚啊。伊人較有殺氣嘅，成個路安尼。哈物件靠咩？較有殺氣嘅，人伊鬼看到咧鬼袂驚。我成個玩嘅殺氣很重啊！殺氣重我都真係。做咩事啊？做咩事啊？白毛事係咩啊？我聽講跟白毛有關係咯。等我看白毛香嚇。你白毛啦？我唔係講我白毛啦，我白毛。我白毛是教嘅時候。特別我感覺到愈食普通嘅，你白毛食普通嘅。係啦，都冇。我覺佢有影唔得嘅，愈食普通嘅。殺氣，我真係冇啦，聽到啊！我感覺即係物件應該是看緣分嘅咯，看你有影係拄到嘅時候，有個人一相信一世人啊，特別伊毋捌拄過。係咯。大家數分一世人，無代表伊會就 cancel。特別有個人無數分，做2年呢，伊就 cancel， 人 cancel 死刑嘛，冇得。我頭晚時等我禮拜四你叫我講我到啲我 office， 唔知咱講出山係咩時候？咱講到，我講到，是我是唔是講出山啊？我講到我係徛到啲我 office，唔是我 office， 我係做工嘅位，我到啲因為一間房間 conference room， 我到啲 conference room 嘅掛口，我行出來啊，放喺 conference room， 特別冰到對起架人講話咯，因為我到下邊依 corridor 怪細本嘛，所以我到無。我咪是徛到啲
我伊每月一隻看住佢嚟 conference room 嚟教人講話咯。因為紅險乜都 feel 到成日人被攰呢，你知有時人行過時啊，伊 corridor 就死都咪是閃害人咯，係啊。我就 feel 到成有人來呢，我就咪閃就一邊佢看，我不行喎。แล้ว我即係我記住錯者我講，是，然後我紅險我都 feel 到成日。吉利者啦，特別我冇講上家就簽啊，冇講，because 早起嘛，那個 office 人哋濟人嘛，我就冇去插伊咯。嗰樣 get knowledge，我教我即當數，我當數係一間就好笑，伊特擺只驚，伊真驚鬼，特別頂到我真心八意時啦，冇殺咗間時，伊是甲我講伊無相信鬼嘅咋。特別問講鬼告訴伊時，伊就講我咪聽，我無相信你物件我咪聽。因為就講，但是你無相信嚟講，你驚面，你做咩事咪聽？你聽我講唔要緊，你咪講唔我咪聽。後尾是話個發覺掉，佢食嘢時個甲我講伊只驚數，所以唔敢聽就。人哋伊特登伊感覺就係啲物件。我攞人徛到啲迄個 conference room 嘅頭前嘅每一位咯。因為我哋啲個另外一間人講話，conference room 嘅頭。做人頭前就是另外一個往從事做工嘅咯。我攞人徛到後面解就我講按照做我嘅 schedule 後面講一半咧是一直頭，跟我講 ，Oh my God, right here, there's somebody right here。伊就講咧喎，我冇幾陣時長嘅咧，佢上一位就是我哋喺我係 conference room 嘅頭前嘅每一位，夾住做人嘅頭前就是你嘅就我啲教我做 schedule 咯。你我錯你做完 schedule 就冇 ？Oh my god！ 大驚！你就邊個嚟講 ？Right here, I can feel it right here。就講，上住我驚，當然好我驚咯。我都是講做暗更嘅嚟講啊，我都冇咩係咪啊？我冇咩愛驚下邊個。記得哦。我唔知是有啊無啦，你知我是特別是特別見看喺物件，所以幻想出來是有可能有。特別我無解講，我即刻我無解講，我是解一隻識特別 ，because 伊無你解成件。我落喺 lunch time 時有拍殼講話嘛，當伊攞無你成件一個月較嘅，伊就日就對厝個伊件啊 lunch time 時解無。即係食 lunch 嘛，所以我都冇到啲冇聽講 communicate 掉，所以我冇計講掉話講 about 喺個 conference room 嘅話嘅 experience，比較冇計人講掉嘅咋。แล้ว get knowledge 嘅時就係講，我 feel 到這邊，好像我隻手邊，我企到啲伊企到啲我隻手邊啊，一見我中嘅時候，我好像我隻手邊好像冇幾長嘅啦佢。你講是唔是咧？還是我自己想出來？我可能自己想出來咯。特別是有可能拄好，特別若是講啊，人講物件我冇幾個長嘅，你我無插嘅。但是講我無數無大嚇，好像冇幾長我就驚啊！成日是唔是南西你講啊？你看厝嘅是唔是你啊？是哦。啊，你冇幾長嘅啊？幾長嘅啊？喂，等陣，係。我講微娃娃呢，有 inspired 啊？冇嘅喎。你冇你破病歲啊？唔是，你講哦，inspire 啦，講啊，冇。冇，แล้วโอเคว่าไม่รู้所以你未成日講阿妹困呢是半夜起來講感覺到，哎呀，上到日本係驚病咩？未喎。你是唔是關事嘅？是還是你是唔是關事啊？阿妹你做大病你估啊嘛？會驚是 sometimes 係刺激嘅那款呐，然後 after that，第驚就是冇電咯。無電時候暗暝看無嘛，我會驚。你只點開始嘅時就開始就點時看到一人咧變頭前嘅。我有講嘛，定時打時明明只去第二房，愛驗物件，乜嚟再現時無電。我驚我成日愛喊出來啊，然後愛鎮定哦。喺度嘈啦。冇錯啦，比我會愛只鎮定就對啦。哦。然後 control 個其他忙你驚啦，你嗱驚你咪嗱死，แล้ว我會 control 啦嚇。try to control 個己。我咪 try 唔知不到咪即特別我唔搞個驚。買啦，我媽係我做，我媽同我哋講媽啊，其實講我企咧鬼屋啊，架三叫。哦，然後我 notebook 咧是困掉，本是開掉嘅。
哦，computer 你 computer 都冇嚇。because they once 停電嗰時嗬，แล้วว่าโน้ตบุ๊ก貴有貴嘛？你上冇電咧咩？你係咪？哎呀，貴無久呢就無電咧，就線你係咪大晚是新嘅大晚呀？啊，我人頂到我人嘅厝門係咪是我人新嘅時啦，把你搬去講新嘅你不好，你大晚把你新嘅時，將上咩是冇電嘅。係呢，即係冇啦，即係老厝啊嘛，是真係無電咧，就自敗呢。แล้ว你講 about 安尼款嘅物件嗬，我有一個experience，特別唔使講我人嘅故事嚟喎。你咪講嚟名咪會咯？伊是安尼款，伊是可能應該是可能錄降頭啦。哦，可能錄降頭。แล้วนี่特別伊是雖我係再講下是慢講住啊！嚇，แล้ว伊是安尼款，朋友嘅咁樣時呢嗬，我係 student 啊，แล้ว有陣時呢嗬，我看伊就講伊就無正線安尼款，แล้ว有陣時感覺到講伊怪怪安尼款，แล้ว幾歲？家仔講呢10幾歲啊？冇加10歲。畢業啦啦。我畢業啊，大漢啦嚇。แล้วนี่เหรออีสั่งอะก้องอุตส่าห์อีไลน์สิเซนเซแล้วบินแชร์อะไรความนู้นแล้วอยู่ก้องเหรอว่า唔係講是唔嘢是冇嘢啦อีก้องเหรออีนี่บินใจ sometimes กัดเจ้าอี嘢就กัดเจ้าอีแล้ว就係講อี啲 call 掉 chat 啦時喎嗬อี answer 本地是寫好咧啦嗬อี貴邊冇去嘅喎喲，笑咩？而家是一個嘅幻覺啊，成日。係啦，有可能啦。伊成感覺到佢寫啦，特別伊就係冇寫掉啦。有可能伊精神往是精神掉呢帶往是啊，有時啲掉差亂呢是啊，伊樣成日變做胡思亂想的冇 hallucination 啊，maybe。係啦。啊是幾時 liquid paper 啦，幾時 liquid paper。แล้ว after that 就講你平時到厝嘅時，啊無到即個班嘅有嘅時啊，嗬，有等嘅時嗬，伊講有陣時物件嚟插小伊咯，咧伊袂 concentrate 嘅咯，咧就所以平時嘅時伊變斜線啊，你看。哦，咱做會幾時掉光頭咧？伊知嘅，伊乜都知嘛。哦，你袂解咩？未解喎，唔知喎，即係我冇見滿意喎。แล้วอันนั้นแล้วแล้ว我有講過啦嘛，有 student 嗬，伊會看掉嘅嘛，แล้ว成日講，有一道嘅時，伊講，伊看過我，你 school 裏邊嘅 teacher 哦，2-3間啊，阿妹個咧有對調，直接物件對調嘅喎。แล้วว่าไอ้นี่หอปุ่นปูหลังตุยกุยว่าลาวไปนี่是不是阿伯有女去 night club 誒？ทีนี้แล้วอันนั้น是講我是當時即係冇當我 show 裏邊有講過啊，一看到赤咯，跌咗架赤咯咪是日到吸頓嘅嘛對。其實吸頓講好啦，一 suddenly 一看到嗬，邊一看到一個人喎。แล้วอีกคนเดียวอีกทีเจอร์แฉวอีปุ่นไปทัดแฉแล้วอีกแต่เดี๋ยวนี้เลยกุยอีจิบไลปานในอุ้ยนะครับ so sometimes อีกคนเดียวโลแล้ว你把你先生知啊吧？這個哪係唔知喎？唔知啊，伊唔有一個人冇唔知，是講是人家一隻 close 咧，伊家講，嘅，冇人就係講你笑啊，我看伊部架。冇甲別人講，冇甲別你 teacher 講過 student 會知咯，伊個 friend 會知咯咧。有時講就係講 teacher 伊無咪講嘅，I think 是甲我講咯咧，個人會台灣嘅位喎，你等嘅位啊，禮堂嘅位啊，只謝喎，尤其是後台入邊。後台啊，人表演啊咪幾那時喎。我知，你知未？我知，你講。
你知咪？我看你講就喂 theory 上面講。แล้วอี表演呢就是講because 我係 school 我是負責 CG 嘅嘛，咧特登呢我特別做一個 drama 嚟看咯，咧我做嘅 drama 唔是講成件啊，安尼講簡單嘅就一道具真正濟嗰種，咧道具個咧大行嘅，正成個中學嘅 drama 嚟看嘅，แล้ว嗬。有當時搬嘅時候，我看會看到嘅吼，伊會點去者嚟看咯。แล้ว我人邊人個咧就知咧，我人就講慘了他。แล้ว有當時我搬了咧物件咧，我搬了咧，好咧就講啊，剛才那邊有人坐着的咯，安尼看到喎。แล้ว佢就見咯，แล้ว因為人哋練習嘅時啊，嗬是禮堂暗嘅嘛，แล้ว有陣時嘅時啊，嗬，伊嘅反應會做嘅，我就真驚嘅。แล้วsometimes就是伊看到咧一點點，特別呢，別人看到喎，別人看到伊看到呀，還是別人看到？別人無安尼款嘅目睭，有陣時會掩掉，成日講有影啊，你講你影啊，伊人有陣時，然後老師那邊啊，你講，然後我就叫佢講，快點去查看有沒有。你叫佢 test 個。去查看有沒有那邊，然後有陣時伊點點嘅時呢，嗬，然後啊你講一點點嘅時，無講咁伊是即搖頭，你講無啦。冇嚟講，伊反應是只大，沒有啦，你講你嘛，你有時講伊安尼講搖頭，你講啦，哦，OK 啦，實講有啦，我實在講有啦，แล้ว有陣時，答波是怎麼？唔知啊，你講，你見啊，你學生，答波，แล้วอันนี้咯就是講佢哋講看到遠定嘅有5隻龜嘅啊，都喺旁邊。就是啦，所以一般是有 N 嘛，啲出去嘛啦，例如啊搬道具啊搬物件時啊，sometimes 就是做個了咧，我好一點講啊，其實老師你知道後面尤其是那個房間裡面很多的嘛，對我講聽喂 theory 啦 about the stage 啦嚇，即係 backstage 啊，尤其是等就肯定到是，我就講啊嘛，你。地方早起只隻陰啊，早起只隻陽氣啊，咪只隻陰氣嗬，伊即 fluctuation 就大嚟講咧，貴就只世界其實變大嘛。然後你在啷個到底等嚟講，八位嘅啦，較濟點是除了有成個有嚟做會什麼 meeting 啊，咪是除了禮堂較濟咪是點嘅對唔對？對。所以人家走去嚟講，你在貴是個講呢，然後呢，所以後台是只隻講呢嘛，一個暗咧。暗咧是一個只隻係有咧啊，尤其是有咧有個燈嘅啊，有成個邊啊有個燈啊，因為個燈啊，因為大個燈咧後尾咧炸掉講呢，還是你陣了，人家就到後邊就啲 collect 掉咯，佢就，就是個的，因為隻煙嘅物件，特別 something to cling to 啦，你就。我唔記啊，我講過啦，特別這個事我能強調，我唔知有講過，一成時有講過啊。講啊！我就有講過，因為在個在講咯。講。Maybe OK，講 about 這個 stage 喎，咧有一道是呢，咱邊人有佢哋戲劇比賽嘛。แล้ว有一間學堂咧，一做戲呢，好似講 about 鬼嘅。แล้ว你鬼嘅呢，這個是真人真事嘅，特別伊人是過來做一個故事嘅藍本啊，你看啦。一個故事有淡薄對調，佢哋現實嘅故事咯，伊是講 about 謀殺咯。那一做啦嗬。我知你講係乜嘢啊？你知啊嚇 ？OK， 因為你 active 到這戲劇啊，你知啊？我有隻活動嘅，我知你講係乜嘢。你講，你特別我照什麼俾鬧呢？可能我要講。你嗬？係你行人嘅 music 嘅時啲先係。แล้ว定時我有去看都就，แล้ว輪到人出場嘅時候嗬 ，suddenly 一個燈啊，被開去喎。
斷去，你就頂邊嘅 curtain 冇斷去，你開到一半咧斷去咧嗬未開喎，伊人愛出頭 ，actually 是一個比賽嚟，你就，所以伊人嘅戲嗬未出，你就，伊 announce 攞到咧，伊 curtain still 未開哦，然後嘛中斷去啊咯，即暫時呢其實呢好睇嘅人嘅啦，實在講係咪輸了嘅，伊家己 end 嘅人就驚了嘅，了。驚了伊人就唔知啦，我是聽好睇嘅人講，伊人就去念經安尼講咯，安尼演員嗰度驚了嘛。而家真正個理伊人做嘅迄出戲有黑白無常啦，有鬼嘅仙啊，咁了真正濟都濟。我咩糖？你講咩糖？黑白無常啊，係啊。黑白無常係咩嚟？無常啊，你就是一直大老爺啊。若是講你死去了，你落去陰間咧嗬，有啲地位，跳類字啊，加落去啊，做迄個物件，靠到有啦，迄個字長長嘅啦。一個字長長嘅，伊無關嘅嘛，伊無關嘅。嚇！對，我知我看過嚇，伊成隻乾嘅呢，伊無隻乾嘅嚇。那伊有這個角色都知哦，然後時咧，因為這個故事是現實有嘅嘛，對。我唔知你故事，你再講你故事可能。伊故事講你故事先，阿 John 佢哋故事跟咩有關係？而家這個好小 popular 咧 ，and then 這個學堂真出名嘅，咱別使我咪講。咱咪講，後面我咪講俾佢。對，後面咪講俾迄個故事其實全邊兩個人唔知。哦。แล้ว這個 drama 我嗬本有出嘅報紙咧，伊人不會輸伊了嘅，所以咪講啊好。แล้ว你 after that 嗬，伊有一個 scene 呢，嗬是講迄個人呢。我拍住我拍 Skype 拍啊。嗱，叫阿玲拍，叫阿龍拍。但係你其實講我拍。แล้ว after that 時呢，嗬，伊嗰邊有一間呢，嗬，伊司儀啦，嗬，伊看到你看到物件呢就，伊看到看到物件呢就，แล้ว伊就咁，其實伊到主持節目嗰時，伊就有講到咧，就係講，這出戲呢，嗬，伊嘅感覺到，แล้ว伊就 stop 佢啊，แล้ว伊講。嗰時咪講啊，好啦，咁啊，家己看咯，你看到就，แล้ว有一個 scene 呢，係是講伊迄個追翻呢入卡鼓，入卡鼓嘅時呢，嗬，伊人嘅 scene 呢就做個真係水，伊 from 頂邊喎，嗬，伊用迄個plastic 嘅就係 PVC 嘅種，做條，當做伊迄個卡鼓機嘅梅啦，梅，from 頂邊啊。落嚟呢就，咧十隻人佢落嚟嘅時候，伊每啊可搖個真正厲害呢就，佢，แล้ว呢就人甲我講嘅啦，即係是人甲我講嘅，講佢哋司儀啦，看到嗬，佢哋正追翻嘅，佢哋鬼魂啊，啲佢頂搖掉佢哋 plastic 佢哋啲嘢梅就，啲搖掉就，แล้ว佢哋是伊司儀看到嘅啦，แล้ว伊就有甲人分享嘅呢款啦，我唔是 from 人嗰邊聽嚟，แล้ว實在是吉利咯，我 after that 我聽到แล้ว我吉利哦，แล้ว現場是個人哋看到嘅咧，一個 drama。安尼款。我同你講，你有可能有正物件，你有可能唔知，因為我是做戲嘅嘛，我後尾在一項事，就是讓翕小影嘛，係了，讓小影嘅嗬，讓寫出來咧，有咧是 Photoshop 裏邊放出來咯，咧放出來看到佢哋像翕帶有樣做戲嘅表情，係咪樣翕嘅規個帶嘅，係規個舞台樣擺喺隻水嘛，一翕出來就樣看到小影，樣嘅人嘅邊有正隻 bubble 咗，我當然係 bubble，係啦 bubble 裏邊有人嘅邊。是成個係你呢嚇，你成個你講你講叫做咩啊？正叫orbs 啊 orbs 啊，伊成個鬼接一粒咁樣呢呀。特別就是嗰樣就是看到佢哋 bubble 裏邊有正一人嘅邊嘅。你是唔是講 bubble 是 bubble？bubble 啊 bubble 啊 ，OK，實質bubble 嘅邊，bubble 嘅邊，人嘅邊。
伊爸爸是用特地 stage 嘅幫嘅，是小英嘅 stage 來本款嘅。有成日รู้咱去當小。啊，你講嘅是係一個 drama 呀？我講嘅係 drama 呀。OK。變嘅多數嚟嘛，但係咱本身嘛。對。แล้ว伊就是迄個 drama，迄出戲用翕嘅小英看到人嘅邊有真濟大大粒嘅 bubble 咗，嗰 bubble 裏邊有真濟人嘅面嘅，唔是用翕嚟嘅人嘅。我看，有肯看。你俾佢吹人 fan 好嘛？你看，你叫我看。哇！แล้ว迄個人嘅面是唔是迄個 criminal 嘅人嘅面嚟？其實佢唔知咯，用迄個翕，用小英裏邊看到，迄個 bubble 裏邊有看到嘅是黑白無常，特別唔是用翕裏邊嘅黑臉落嚟黑白無常。Oh my god！我了，迄白無常啊，有叫做獎啊，好了啊！佢出去咪叫做獎，佢出去參加這獎啊！佢出去叫做真正這獎哦，但伊人嘅舞台效果咧是真正好啊。actually 我本是看咧伊吼，我有伊 method。先看啦，我感覺講，其實伊夾這個物件來做咧是講無好啦，就是對。特別我感覺我家己較無支持嘅所在，我家己較無熟嘅所在是，迄個事發生無久嘅，係了。ยัง發生到迄個人嘅厝。如有雷同了，我阿妹個拍出來個雷同呢。我同你講，我聽講即係我唔敢，我無想聽講本正是用假名嘅，係咯，夾啲換名。哦。按咗都雷同本好啦。哇，有睇掉啦。睇啊！我佢就對嚟，我佢就有對到你咪叫我點嚟看嘅。你錄評判，錄是評判嚟啊！我唔是，我冇佢哋，我冇教佢哋睇得個，我唔是。特別我感覺講，有時講，迄個物件發生了吼，咱家己做啲變靚啦，人就講有迄個物件，你估啲一個點正，你做一個如有雷同嘅物件，你唔是調啲是蝦米物件咧？特別每發就感動嘅喎，伊細講係咪個咧出來嘅了咧？特別，仲有嗱，你睇伊戲啊，伊戲就係細講啊，現在嘅出來笑啊，咁講。係咯，我聽講用念係你經本嘛，呢啲戲嚟你半念本嘛，對唔對？對。呢啲戲裏邊念嘅係你是正嘅經本嚟，唔是硬嘅講嘅。就講，咱人就講咯，prayer for the Lord 又 prayer for the Lord 啦，講什麼？咱亂做講嘛，特別係你是正用。一隻去學啦，一隻去學嘢。所以有陣時人係講可亂協小英啦，看到誒是爸爸裏邊有人嘅because 你啲帶裏邊你做法順嘅呢？你叫樣出來啊！就這樣出來。對，記你咯，咁講。嗱，安尼如有雷同㗎，伊 when 伊愛 end 呀，嗬，伊個真係落落來。because 啊，這個物件啦 ，before that 啊是 before 伊人去比賽是都 already 真正係有人 against 伊嘅物件咧，你就咧參拜主人家不來亂了誒，然後就是咪可以去，然後伊人堅持嘛，講如有雷同嘛，咱就硬愛去咯，然後去啊嗬，你看只隻 problem 咯，頭去啦是，頭是嚇。哎呦，記啲，了，你看咱無物件咁講緊你字度，我都講是咧，我同你講嗬，sometimes 就是啊，可能 N 啊嗬，咱會感覺到講有物件你看，我有當時會感覺，了是哦，到 backstage 有誒成日逃避，แล้ว你講話你等我嗬，แล้ว有一道啊是啦，是啊人。我 parents 唔使聽到，我唔使驚。然後有一道是，我 parents 有聽喎。然後有一道是呢，伊是安尼看，佢跟查某呢，伊就排隊咯，排隊啦，伊 suddenly 伊變過來看掉，另外一間 prefect 你知哦。你一睇伊 prefect 暗笑你看伊成個暗笑成個有蝦米
仙子安尼款啊，会解暗笑安尼款咯。然後嗰時咪掉斜鏡咯，安怎安尼款嘅面呢？然後suddenly 咧嗬，伊就泄氣了喎，嘅人伊暗笑咧，伊個嘅泄氣了哦。然後 that time 咪是伊就that time 佢看人看到伊暗笑嘅呢嗬，伊是有嗰種伊本嚟看到本嚟，伊就看到伊暗笑咧，佢後有面嘅殺伊拔刀哦，殺佢間暗笑嘅人拔刀，安尼款。然後嗬，แล้ว after that 時呢，老師嘛問咯，講按照 prefect 徛喺頭前，嗰啲人無記可以起來，你知哦，無記呼伊起來啊。แล้ว after 過後時，咱嘛對佢問咯，問嗰啲 prefect 咯。我想佢嚇。伊 prefect 講，我人唔是講咪去呼，我人卡兩條袂行。安尼講，所以伊禮堂啊，แล้วก็有一檔嘅時候嗬。我人嘅office 啊，定係發證書就，然後嗰啲 teacher 一間嗰啲條書嘅就，然後伊人就講，人無做咧寫圖啊，寫圖嘅啊，然後就有，然後唔知是安怎嘅情況之下，做了咧，佢哋物件了，然後就繼續上，然後就隔一個禮拜咪上做會咯嗬。然後有一個 student 啊，suddenly 看到嗬頭前嗰了是佢哋日本兵喎。到嚟禮堂嘅位，行個伊，我試下，到嚟禮堂嘅位，嗰啲，我驚就 sometimes 就是啊，嗬，到定面，尤其是嗬學生嗰啲走了啊，嗬，咧叫講就講嗰啲散會啊，愛看會啊時，我去 train 條 drama 時，嗰時我係叫幾個人陪我咯，等我關燈啊，你們才走。尤其是 last year 啊，嗰啲再講我哋物件啦哦，嗰啲本就驚，第驚就是 the last 看會，然後佢哋佢睇嚟看到我嚇，伊哋唔會看嘅咯伊，嗌驚嘛，咪去看咯，然後老師先做啦，你們去關燈一下。呢個係隻眼嘅，叫學生嗰啲看會咁樣走。我做老師在下面等啊，你去關燈啊，關那邊的風扇。誒，等陣我唔係到啲南西咧，南西個嘅講住你，台灣都未講。我講你啊，有啲嘅，你話我大刀看到嘅啦，你我未記我。特別你有你等八刀你係咪食幾貴啊？係咪是八刀啷個？大家你阿爸都未使講，等陣你再講小姐啦，唔係講小姐啦，人先，而講等食幾貴啊？時間講。你有冇同嚇？伊見啊出事啦，講世界差別故事嚟㗎。係咧。我係幫你咩？你講咩？咯，未使講我我反正嘅，就痛苦嘅，因為嗰啲行曬我嗰時啊，真係咯。咁我大漢都較接受嘅時候，都較無物件。我諗要佢關咗，但是伊細細漢伊關事啦，伊無物件就比較緊咯。你就揾安怎講？因為嗬，我朋友伊是新加坡人嚟，伊是華人嚟，係了伊嘅歌咧嗬是細細漢就看到嗰啲物件，佢就看到嗰啲物件咗。係了伊嘅有陣時咧嗬，我朋友伊嘅啲 MSN 裏邊伊講成日，伊唔是教我講啦，教另外一個朋友講啦，伊講嗬，唉。我哥哥就這樣了，他還沒說，伊不在看到鬼啊。伊已經關事了，就一搬出搬去，我唔知係是搬去北島啦。伊哥佢啲出去看到鬼咗，佢又唔知講是真是假。然後我聽講到阿妹連伊嘅小妹本看到，伊小妹講，伊看到有一個人喺啲灶卡，看到有一個人徛喺啲聖道嘅邊啊，飲咗伊。我講聽，伊先我招要出，我就是講喂招嘅坑，干椒糖，膀胱。我當結果只輪啊，就是講我就企起來，有可能我招就跌出來啊！我聽到是哦，即係佢呢就是迄個成個。其實你就是你唔記，啲啲咧啲棒條咧，我看唔到本嘅。你聽到咧，咚咚咚咚咚，然後聽講，我是講有你佢呢就是成個我。即係佢哋打開是成個
伊實在咧出現呢，我哥到啲咧，當晚老我啲同事嘅厝同學嘅厝誒，等到他咧啊 institute 嘅時候，伊厝嘅時候咧，可能一間洋菜差唔多直接出現，阿傍晚就是專門好看燈籠戲嘅咧點聲效，呢度出咧。我生阿婆上上嘅特賣出嚟，不過一件啦，就冇件啦。我變成我食生。是阿婆還是囡仔？我未啊借你啊，告訴聽哪聽。特別我知嗰時差唔多是，伊講差唔多是成個人看燈籠戲嘅 time 你知道？唔知是7點，即幾點啊？咱是燈籠戲，但是7點係。7點嚇，看燈籠戲嘅時間係你 time 特別就是叫人，咱是朋友嚟去看燈籠戲，就叫人買去kitchen嚟，咁無你哋看到你穿學生就冇啊。嘿，係咯，意你嗬？tapi yang di suka aku nih ikan selai 哦是啊，思，半幾半暗嘅時候，阿查某嚟。我6、7點嘅時間是落韓國嗰時咯。哦，做咩事誒？伊咩事啊？伊是佢哋日夜交替嘅時間嘛。哦，安怎好？可能就是我要去幫助，是我按無對來，是安怎好？我驚我當叫。你按無對咩？我同你講是個驚嘅嘢。我等下你要幫助性嘅，我驚我就撈出來。都搞咯。攏講白行嘅。咪啦，咪幫助了，你愛聊了嘛？我就要出了喎，我琴日講係了，我琴日去講琴日我幫 music 讀聲，我家己幫助。伊是安尼呢，我朋友伊有一道伊看戲嘛，伊家己咧厝看戲就就是你就講伊電視機頭前咪就沙發咯，等等嘅咯，咱咪就咁看呀。伊看了戲啊，但係咱關鍵咱看了戲了，咪去看電視機嘅嘛。伊去看電視機啦，電視機咪就黑色嘅。暗嘢咯，黑色嘢咯，係啦，一看到，伊後尾解白白，人是了解佢哋看。伊個 reflection 嚟嘅，電視機 reflection 你看到啊？但係當我嗰時咧看電視機下，咱看到電視機嘅嘛。買。而家看到佢哋電視機嘅，喺度頭前佢哋 screen 啊，後尾有浪字條依邊嘢個嚟。你好啊，阿妹啊，啫。我朋友同我講嘅，我冇做。我同佢答，即係白刀大講嘅。即係白刀大講，OK。我講嘅，即係二隻。好啦。OK， 了好感謝各位聽眾，諗是好嗰陣咧，我落幾個數你，我頭時想我買落嘅，咁冇咪講你謝氣啊。你咪就俾留啊 ，OK， 你試下啦，對 ，OK， 咱琴日就準備留掉，咁我講話是 offline 時間留掉哈，微話個就準備，阿龍嚇 ，OK， 我要幫你感謝下南西啊，了你好everything 順利啊，我就講先。了你有南西你有我們 news 嘅時候，你夾 email 同我講啦，夾小英同我看你見啊，見。Facebook 好啊。Facebook OK 好，感謝我哋特別嘉賓阿龍老椒、維維娃娃老椒กับ老椒南西啊，南西別成驚啦。OK，個鬼攞住啦，我特別攞隻處理師就啲寫喺度望鬼喺度可能。OK，感謝我哋去幫助啊嚇，特別嘉賓再見，拜拜，感謝。拜拜。